路的出发去。无限的海洋呀，欢喜出航的日子。绿色的白冰山，天色的海水。看我妹，看我妹，看我妹嘛飞来，一路顺风念歌诗。水的声响亮送阮快乐的出放啦。亲爱的朋友啊，情难离。爸爸妈妈，我的写批寄予你。暂时的分离，请你免怪意。看我妹，看我妹，看我妹嘛飞来。我爸的兴奋心情，快乐的出放啦。海连天归千里，清凉的海风呀，照阮出航的日子。月人的南洋，无过花香味。看我妹，看我妹，看我妹嘛飞来。一路顺风念歌诗。手弹着轻松吉他，快乐的出放啦。朱光照，再见。这个拜拜的。拜拜。好。历经了5次的。历经5次的取消，不能成行，那第6次终于成行，对，到龟山岛。对。好在今日没落雨，都没有不顺，而且回来最主要这样，对，海鸥给我们送海鸥，真的，给我们下再见。这么多只海鸥给我们送，真难得。人生啊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好。谢谢了，好，你们可以回去了啦，谢谢，啊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啊，还没有达成任务，你们太累了，好，再见，回去的，可以回去了，啊，好，来开机，哎呦啊！看我妹，看我妹，看我妹嘛飞来，一路顺风念歌诗，手弹着轻松吉他，快乐的出航啦。哦，安尼你袂晓哦，啊，等下我再来上网。真的。海鸥也不会看电视啊，你跟他上网有什么用？上网给他说我们今天出来有人送行啊，哦，难得。这个难得呢，这个。你看，一直跟到现在，你看还那么多只啊，那么多，你看。
我写我们小吴说，你如果回到跟我们回到乌石岛，你看吃什么都给你，对不对哈？啊，不要跟我们走到那边去，到下面去了。哦，越来越多呢。啊，对哦，吉祥哦，这个很吉祥哎，这个，看这么多只啊，看，对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你打打我的镜头，你看看我这样子拍刚好，海鸥、龟山岛。找小屋就对了。买鱼竿就好。啊，对哈，日本有一个地方，它也是这样。哦，那个海鸥跟着难得。然后你看，也就你看，它那边飞的少，都飞到我们这边了。有没有注意？有没有注意？哦，好，拜。真的呢！你帮我数看几次？hello， 看，很多只吗？完了，很多只哦。够厉害！不，没跳。是啦，是啊，这个有不唔知啊。在山上回到乌石港咱就是那小就这呢。这声音真响呢，声音很大呢。还有小只，这个小只的，这小只的，还有大只的，你看这大只、小只都有。对呀，对啊，不简单。我们没有看到海豚，看到海鸥啊，不错。跟着我们。亲爱的朋友，难得啦，难得啦。到港了哦，差不多了哦。真的跟到我们那边呢。
你看伊足奇怪，伊拢飞咧底遮长啊！你看迄边我无啊，无咧，有咧看有人看无咧，无有啊无迄个对片的，你看，对片的。再见，顾客来说再见。顾客说再见，这个拜拜的，拜拜。终于历经了5次的历经5次的取消或者成型，因为第6次终于成型，知道不能上港。好在压力很高哦，都没有不顺，而且回来最主要的，对海鸥片上，真的跟他们说再见，这么多只海鸥片，真难得。人生啊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好，谢谢了，好，你们可以回去了，谢谢。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你们太累了。啊，再见，回去了，可以回去了。啊。